大多數指標在速勢已經發生後才告訴你速勢。這個不同，它告訴你速勢即將翻轉的時刻，它向你顯示確切的入場位置，甚至為你標記了出場點。請堅持看到最後，因為我要向你展示一個過濾器，它將這個好指標轉變為高概率策略。這是大多數人搞錯的部分，也是他們的入場不斷失敗的原因。讓我們直接進入正題。我在 TradingView 上前往指標，並搜索 Nadaraya Watson Regression Liquidity Sweeps， 這是來自 AlgoAlpha 的新指標，將它添加到圖表上，因為它將3件強大的事情結合在一個工具中：回歸、動量和流動性追蹤，全部協同工作。當你添加它時，你會看到圖表下方有一個直方圖，價格上疊加了一條帶，存有一些交易信號。讓我先正確地分解所有內容，然後我們在此之上構建策略。讓我們從圖表下方的震盪器開始。這是一個 Nadaraya Watson 震盪器。當它低於中心線時，它變成公式，這告訴我們市場正在下行。當它高於中心線時，它變成綠色，這告訴我們市場正在上行。如果你看一下圖表，它很好地解讀了速勢。每當價格下跌時，直方圖就是公式的；每當價格上漲時，直方圖就是綠色的。所以單憑它本身，這已經是一個強大的速勢工具。現在最有用的部分是變化點，即顏色翻轉的位置。當震盪器從中心線上方下降到下方並變成公式時，這可能是一個新的下降趨勢正在形成的信號。當它從中心線下方移動到上方並變成綠色時，這可能是一個新的上升趨勢正在形成的信號。但這非常重要，我們絕不能僅因為顏色改變就進入交易。近此一點是不夠的，而這個確切的想法將成為我稍後要解釋的策略的基礎，所以請記住它。現在讓我們看看價格上的帶。這是一個波動率調整的回歸帶，使用平滑的 ATR 值構建。它的行為與震盪器類似，但由於它直接位於價格上並根據波動率進行調整，它給了我們一些額外的用途，我將稍後談到。現在看看這些信號。首先，你有這些公式和綠色的圓圈，它們出現在速勢中間，顯示動量的疲弱。例如，在這個下降趨勢中，這些公式圓圈顯示了下行動量的疲弱；而在這個上升趨勢中，這些綠色圓圈顯示了上行動量的疲弱。這些來自震盪器線和信號線，即這條白線之間的交叉。所以在上升速勢期間，當震盪器線下穿信號線時，你會得到一個疲弱信號；而在下降速勢期間，當震盪器線上穿信號線時，你也會得到一個。第二種類型的信號是反彈信號，由這些三角形顯示。這發生在價格回撤到大，但動量仍然指向速勢方向時。而這些三角形正是我們將在策略中使用的，所以請記住它們。現在讓我教你實際的策略，這就是我在開頭承諾你的部分。我們將把這個指標與價格行為結合起來。首先，前往設置，你可以從這裡進行向下滾動，並關閉柱狀顏色炸燭，這讓我們在圖表上保留正常的炸燭顏色，這使得價格行為更容易閱讀。這是一個反轉策略，意味着我們試圖捕捉一個速勢結束和新趨勢開始的確切時刻。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，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？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開始吧！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，由人工智能驅動，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%的利潤。已有5萬多名會員加入，現在就點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。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。讓我帶你走一遍買入設置。在這裡你可以看到震盪器低於中心線並且是公式的，告訴我們市場處於下降速勢。然後從這裡開始，震盪器推動到中心線上方並變成綠色。這是我們下降速勢可能結束、新的上升趨勢可能形成的第一條線索。但再次強調，這仍然有風險。我們絕不僅因為它變成綠色就買入，我們需要更多的確認。所以在這個初始反轉信號之後，
我們等待價格回撤到大，這正是那些綠色三角形為我們標記的。現在這裏是你的風險配置發揮作用的地方。如果你是一個激進的交易者，並且願意承擔更多風險，你可以在第一個綠色三角形入場。但如果你是一個保守的交易者，並且希望盡可能降低風險，你會等待價格行為確認。讓我向你展示如何操作。當我們得到一個綠色三角形時，我們標記前一個擺動高點，然後等待價格突破它。例如，這裏價格在三角形之後上漲，但它甚至無法達到前一個高點，反而我們得到了另一個回撤到大和另一個綠色三角形。所以我們再次標記前一個擺動高點並等待價格上漲到同一水平，再次回撤。現在我們再次等待，看它是否能最終突破那個高點。在這裏，這根炸竹收於高點之上，現在反轉得到確認。所以在實踐中，你可以在此點進入買入，將止損設置在該帶下方，並將目標設置在2:1的風險回報比。你可以看到，那最終成為了一筆盈利的交易。現在讓我向你展示溢出設置，這是相同的邏輯，只是翻轉了。這裏震盪器下降到中心線下方並變成公式，這是我們新的下降趨勢可能形成的第一條線索。和之前一樣，這只是初始信號，所以現在我們等待回撤到大，直到我們得到一個像這樣的公式三角形，它告訴我們回撤可能正在結束。再次，如果你是一個激進的交易者，你可以在那個第一個公式三角形入場。所以當這根炸竹收盤並給出公式三角形時，你可以在下一根炸竹開盤時進入溢出。但如果你是保守的，你會等待最終的價格行為確認。當我們得到公式三角形時，我們標記前一個擺動低點，並等待看價格是否能跌破它。一旦那個水平被突破並且一根炸竹收於其下方，我們可以以更高的概率說一個反轉正在形成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在實踐中，你可以在此點進入溢出，將止損設置在該帶上方，並將目標再次設置在2:1的風險回報比。所以我在開頭告訴你的那個過濾器，就是它。你不交易顏色翻轉，你等待回撤到大，然後三角形，然後裂扣突破。這個順序是歐分獲勝入場和被套入場的原因，也是這個策略比盲目跟隨信號要準確得多的原因。但你必須記住這一點，沒有任何指標和策略能給出保證的信號。無論信號看起來多麼準確或設置多麼乾淨，你仍然會遇到虛假信號和虧損交易。這只是遊戲的一部分。所以在實踐中，你必須妥善管理風險。這個視頻就到這裡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請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盡快回答。如果你還沒有訂閱，請訂閱頻道並打開鈴稱圖標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個視頻。下個視頻見，祝你的交易好運。